是昆新自古以来就甲安平有密切的关系，其中昆新湖风尾沟的连接安平运河，加上四昆新红树林的自然生态丰富，所以议员李启伟伫总理孙就强调，才有讲不完的故事，所以建请市府伫当地渔港设立简约码头，方便游艇停靠来发展海上观光。的小镇吼，拢会当看出吼台湾吼沧海桑田历史发展的脉络啦，有讲不完的一个历史的故事啊，吼，所以咱政府我哪会当这个像四昆生这边吼，我拿一些基础的一个设施吼，设置的一个简易的码头，让民间游艇业者也是可以来做个经营啊，吼，串联沿岸内外海的水域吼，将可以带动海上休闲观光的地方发展。一部分目前有一个渔业的码头啦吼。啊，迄设施是无盖好啦。啊，目前差不多停2台，啊，人也要开差不多停9台吼。啊，事实上内底应该有30台以上的即个渔船啊。啊，我有含即个安平港的，伊这是安平港的范围内吼。咱有兼伊协商啦吼，讲是毋是来做一个像你做建议的即个简单的即个游艇码头。啊，因是有含渔民讲，即个方向会当无？啊，渔民的意见是种，大概是来协商一下，看有法度。伫即个无互相干扰的方式来做处理安尼啦吼。迎接台南4巴，政府甲民间有一连串活动，加上疫情解封以后，安平港湾持续吸引业者投资前景看好，所以议员嘛进一步呼吁政府全面开放内外海水域，互海上活动成为全民运动，同时带动地方发展。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。